樱开满规山头，另外还有北中樱的土红樱花蹦空，这毋是国外，是伫新社山区的一个休闲农场。今年的花况算不错了。怎么说？今年的雨季比较正常。园区的主人讲，种樱花有20多年，当初只是想要互游客来新社有风景会使看，所以伫园区种几啊丛的樱花，品种包括富士樱、北中樱、芳水樱和河丁樱。山水樱花，对，应该是我在新社没有看过这一片这么大的。最近这1、2礼拜都真适合来遮看樱花。园区的主人嘛提醒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爱去伫出门。除了一方面是因为防疫，另外一方面是为着要控制看樱花的品质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